算了，就是我们在北宁罢了。我觉得这还比我知道啊，我觉得这样子我们1元对1元 ，OK， 平时我给你1万的嘛，明年我直接给你2万，剩的你去筹 ，OK 吗？好的，我直接给你2万，然后剩的你们去筹，1元对1元啦，明年1月啦，明年1月啦，明年1月是2万块对。你旁边你要做什么？你旁边你要做什么？我因为一次過禮拜啦，真係有嘛。可以啦，多給你啦。係啦，冇問題啦，全部搞掂俾你，300萬。OK 啊 ，OK， 明年1月中你俾我，1月中你就要給我了啊。OK 啊 ，OK， 明年1月中一定要給我啊，不然的話我怕很多東西進來啊，我就先處理給你們先。我覺得安順的廟啊，我們應該給整個霹靂州來學習。剛才我去了幾間啊，好像八尾順德宮啊。他們也是今年我們給2萬，去年我們給1萬，總共3萬哦。他們那個禮堂啊，做到多麼的漂亮，然後是不會漏水、不會噴水的很多人很多神廟在其他地方拿了錢都沒有做東西，收起來不了。OK 啊，謝謝你們。OK， 唔該。OK 啊，謝謝你們。OK， 應該啊 ，OK 啊，謝謝。OK 啊，周正。OK，